歡迎大家嚟到超凡校園嘉許慶典2025至2026。大家好，係啊，好開心咧！今日同大家喺度相聚，雖然咧出邊真係橫風橫雨，但係咧我哋比較早到啦，咁我哋完全唔使濕身，咁啊都祝福你。即係如果頭先嚟嘅時候濕咗身咧，都快啲抹翻乾。咁啊，今日好開心啦，見到大家啦，即係可以喺呢個地方去相聚咧，見到大家咧，其實係我哋每一年都好期待嘅，因為我哋每一年都好期待，究竟喺呢一個嘅嘉許慶典裏邊啦，可以經歷到啲乜嘢啦，可以見到大家一齊去 enjoy 每一個 moment 啊！想分享一個小片段啦，咁啊，剛才即係早少少時間同學生有啲彩排啦，咁啊，當中都有啲同學咧係會有分享啦，咁我望住其中一個，我就問佢：你緊唔緊張啊？咁樣佢話好緊張啊，咁樣跟住我話：咦，唔係喎，你其實都好多經驗噶咯喎，即係你之前咧喺學校可能都有好多喺台上面分享嘅經驗噶咯喎，咁樣咁佢話，跟住我諗翻起自己其實我今朝一起身知道要嚟做司儀嘅時候，其實我都有啲緊張，跟住我就問：係啊，其實可能你分享咗好多次，但係咧你都仲會有緊張嘅時間嘅，咁啊，但係即係我哋都俾啲掌聲一班超凡學生啦，係啊，係啊，咁啊，今日都好想喺一開始之先咧，即係都多謝啦大家出席我哋呢個嘅慶典啦，同埋即係都好記得咧，同一班超凡學生去會面嘅時候咧，其實都覺得好感動。其實因為聽佢哋嘅故事，真係唔單止係佢哋個人成長嘅故事，而係咧聽到關於老師點樣陪伴佢哋成長嘅故事，家長咧點樣去陪伴佢哋、鼓勵佢哋嘅一啲故事。咁所以咧今日特別好開心，真係見到有好多唔同嘅老師啦、屋企人啦嚟到去為到一班超凡學生嚟到慶祝，我哋都覺得好開心。所以咧，今次嘅掌聲係俾老師同埋家長嘅。係啊，應該我哋都好緊張，我哋唔記得介紹我哋自己。我哋係基金會同工啦，都係今日司儀啦。我係 Mariam， 係我叫 Clara， 係唔好意思。啱啱即係 Clara 所講啦，其實我哋每一年咧都好期待喺呢度同大家嘅見面啦。大家可以咧揭去大家長康嘅最後一版，嗰度呢有句説話，其實都係我哋係封底。咁咧，其實我哋都係好想同大家講呢句説話啦。其實就係每一個成長瞬間都值得被看見。我哋好想藉住喺嘉許慶典呢個平台啦，令到學生經歷被看見啦，老師經歷被看見啦，校園經歷被看見啦，同埋都好想同大家分享我哋嘅看見。係啦，咁啊今日咧，所以除咗去即係嘉許超凡學生啦，都好願意咧今日嘅慶典咧，都成為我哋每個人嘅祝福，因為我哋即係相信唔係淨係想有一個嘅頒獎典禮，係我哋呢個咧就係每一次我哋慶典都會再提嘅，就係我哋今日唔係一個 ceremony， 唔係一個頒獎典禮咁簡單，而係一個 celebration， 係一個慶典，同大家一齊嚟到去慶祝咧學生嘅生命，去慶祝咧即係唔同人喺佢哋生命咧嚟到去陪伴，看見每一個生命裏面咧嗰個豐富同埋精彩。好，我哋將眼目移去後面我哋呢個即係嘅圖啦。咁咧我哋即係3年咧就會換一次呢一幅嘅圖，而我哋呢3年咧，由上年開始啦，今年係第2年，我哋見到呢一幅圖咧，其實你就會見到上面有3棵樹啦，咁而下邊咧其實有好多事情發生緊。其實咧都係好想咧去即係帶大家嚟到去睇下，其實每一個生命又能夠有呈現，上面如此茁壯有咁茂密嘅樹葉嘅時候，其實生命裡面咧佢哋個根裡面咧係發生緊好多唔同嘅事情啊！就係好似我哋每個人嘅生命咁樣，能夠有唔同嘅展現，其實係因為佢下面有一個健康嘅根，咁啊，所以咧我哋即係好想藉住慶典，其實就同大家一齊去睇下，究竟生命裡面發生咗一啲乜嘢嘅事情，好想咧帶翻嚟去俾大家睇。除咗有唔同美好嘅呈現以外，其實喺好多背後裡面有好多唔同嘅故事，好想同大家分享嗰啲背後嘅故事。其實咧，每一年我哋見到好多超凡學生佢嘅提名表格啦，佢除咗講自己嘅生命啦、經歷過好啦，可能有一啲係低谷啦，當中點樣去逐步突破啦。除咗係佢哋當中咬緊牙關之外咧，其實都係好見到老師喺背後默默嘅陪伴啦，喺當中咧去守候佢哋啦，喺佢哋需要嘅時間可能鼓勵佢哋啦。咁所以其實即係喺當中我哋見到，其實就係一幅好美麗嘅圖畫。其實就係校園當中發生緊，可能係一個好日常嘅一個環境，可能喺課堂上邊，甚至
乎可以走廊嘅一個對話，但係對每一個嘅生命，可能係學生甚至老師咧，都帶嚟一個好大嘅一個嘅好重要嘅一個即係一個力量啦，一個對佢哋嚟講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 moment 啊。係啦，咁啊，我哋好想喺今日咧開始我哋嘅節目之前，咁我哋咧都有一個嘅鳴謝。係啦，我哋咧首先咧好想去多謝借出場地啦、音響啦、學生義工俾我哋嘅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我哋而家有請咧生命教基金會嘅創辦人 Tommy 咧上台，代表基金會咧去致送禮物俾燕京書院，同時咧都有請燕京書院嘅蕭副校上台接受禮物。好，唔該晒 Tommy 同埋蕭副校。咁亦都咧想借助大家嘅掌聲啦，嚟到去多謝我哋嘅 media team 啦，幫我哋拍攝啦，亦都咧多謝我哋嘅媒體伙伴 John Market EDU Plus， 仲有咧一直喺背後支持基金會嘅顧問啦、幹事啦，同埋咧捐款者嘅。而下落嚟咧，我想用少少時間去介紹下基金會啦。其實基金會咧自成立至今咧，即將踏入第17年啦。我哋一直咧都好致力喺校園啦同埋社會咧去推動生命教育。而超凡校園咧係我哋其中一個校園工作當中一大嘅重點嚟嘅，當中包括中學啦同埋小學。喺中學咧，我哋推行咗閱讀計劃14年，藉住閱讀咧去引導同學仔有反思啦同埋實踐，亦都提供一啲校本支援去回應學校嘅需要。而交流會咧去匯聚啲學校啦，一齊彼此分享同埋學習，亦都籌備一個嘉許計劃啦、慶典啦，好想將為生命慶祝嘅文化咧帶到喺學界當中。而去到2024年咧，我哋咧都拓展到去小學啦，咁啊藉住繪本計劃咧，就去支援緊小學嘅生命教育，咁啊特別咧去藉住繪本一啲講生命價值嘅同行啦，去彼此去接納嘅呢啲嘅內容咧，去到小學裡面，咁啊希望咧去鼓勵佢哋啦，可以去成立一啲校本嘅生命教育嘅資源。而喺閱讀計劃當中啦，大家可能都同學仔同埋老師會比較清楚知道，就係超凡學生手記1、2、3啦，大家都應該有睇過啦，老師都有推行過啦。其實喺過往10幾年，我哋去推行閱讀計劃嘅裏邊嘅時候咧，都超過有140間學校係參與喺閱讀計劃嘅當中嘅。係啊，咁我哋咧去不停去走訪唔同學校啦，去認識嘅時候咧，都發現咧其實好多學校都好用心咁用我哋呢一套書，而咧亦都去看見咧好多學生咧喺睇完呢啲書之後咧，佢哋有好多唔同嘅成長同埋轉變啦。無論係學習動力啦，甚至內在動力咧，都見到佢哋有好多正向嘅轉變。而嘉許計劃就係其中一個好想俾一個平台佢哋去展現佢哋改變內在成長嘅一個嘅平台啊。係啦，嘉許計劃其實我哋好想即係唔單止係學生啦，佢哋睇完本書之後咧，老師都會看見佢哋有啲係成長啦，有啲突破啦，可能由過往可能係唔敢去嘗試嘅，慢慢去跳出自己嘅安舒區啦，去有好多唔同嘅嘗試，去挑戰自己啦。而亦都見到好多老師其實佢哋用咗好多自己嘅時間啦，好多自己嘅心機啦，去陪伴學生啦，去鼓勵學生啦。亦都見到有啲學校咧，其實佢哋係用 whole school approach 嘅一個方式，去由唔同嘅教師團隊啦，喺當中點樣去到配搭啦，點樣去到將到生命教育咧一層一層咁樣喺當中去融入喺校園嘅裏邊。所以我哋就好想藉住嘉許計劃咧，讓到即係唔同嘅 party 啦，不論係學生啦、老師啦同校園啦，都經歷到一份被看見同埋被肯定。係啊，我哋3年咧就嘉許一次超凡老師同埋學校，我哋其中都有好多歷屆嘅超凡老師啦，都有即係有之前嘉許過嘅學生喺我哋當中啊。咁而我哋每一年咧都會好想嘉許學生。其實超凡校園其中一個好想去傳遞嘅咧，就係慶祝嘅文化。當我哋見到身邊嘅人經歷到一啲成長啦、突破啦，呈現咗一啲美好嘅特質嘅時候咧，我哋就一齊去為到佢嘅生命慶祝。係啊，咁啊，我哋再次俾啲掌聲，一班超凡學生，一啲咧多年嚟咧去推動緊生命教育嘅老師啦、團隊啦。係啊，非常之多謝你哋，咁亦都好開心咧。我哋藉住呢個平台咧，同大家相遇即係都特別好開心喺慶典裏面咧，同大家好似1年有一次有個咁樣嘅見面其實都係去看見緊，真係去即係我哋每一次嚟到去彼此去見面，即係唔係淨係為咗一件事，唔係淨係好似要嚟參加一個典禮。我即係其中一個好感動嘅位咧，就係
今日咧有2位同學咧，佢哋獲嘉許，但係佢哋因為有事啦，去交流團啊或者去咗活動咧，唔能夠出席，但係佢哋嘅老師都仍然出席，並且有一間學校仲係3個老師一齊出席喎。係啊，今日都見到咧，即係我哋以往閱讀計劃咧合作過嘅老師啦。即係雖然佢而家已經冇咗喺學校入邊任教啦，但係即係當每一次可以每一年透過嘉許慶典，再一次去同你哋見面啦，可以咁樣去互相 update 啦，即係覺得個關係係好真實嘅。即係透過咁樣樣同學校咁樣嘅一個連結，我哋覺得都好溫暖。係啊，好感動咁樣。係啦，咁喺我哋即係去嘉許學生之前咧，咁我哋都想聽下我哋首主題曲。超凡的我係啦，呢個就係我哋應該同學仔可能會識唱嘅，係啦。咁咧其實呢首歌咧裏邊咧，我哋有講到好多唔同嘅超凡特質啦。其實就係好想去鼓勵同學仔或者每一個人生命，當我哋喺生命成長裏邊嘅時候，總會遇到好多唔同嘅困難啦，可能有好多唔同挑戰啦。但係只要我哋即係懷着唔同嘅一啲美好嘅特質，我哋總會可以跨過，同埋可以喺當中咧克服嘅。咁我哋而家落嚟咧，不如先我哋有少少時間去細味同埋發現喺歌詞當中所提及嘅好多唔同嘅超凡特質啊！教我衝開一切，絕望且放低，迷陣破局，別具創意也有鬥志，改寫身世，轉變陣勢，變到底。只要你別怕失望，莫懼困難與驚慌，捱過去，堅持下去，遇上希望。絕望且伏低，迷陣破局，別具創意也有鬥志，改寫身世，轉變陣勢，蛻變徹底。只要你別怕失望，擁抱困難與驚慌，捱過去，堅持下去，遇上希望，定要闖愛總在旁，活出超凡的我，夢想護航，不要再躲，你總在旁，讓我堅強不屈，精彩過。愛總在旁，活出超凡的我。我不要再躲，愛怎會無？讓我心存感恩，精彩過。我要精彩過。頭先咧喺影片裏面，我哋都每年咧都會擺翻我哋一啲會面嘅片段啦。咁啊，見到同學，見到咧有啲老師嚟到去陪伴同學，都見到有少少佢哋嘅故事啦，嗬。咁啊，而家我哋即將咧就會嘉許學生啦。但係嘉許學生之前咧，
你好似有個有趣嘅現象同大家分享。係啊，就係咧同學咧，即係我哋每年咧，可能大概加許10幾個學生啦。咁佢哋咧嚟自唔同嘅區域啦，嚟自唔同嘅學校啦。但係咧，佢哋好多時候咧，有感動啊，或者去覺得啊嗰一年佢哋嘅分享，佢哋閱讀嘅得着嘅時候咧，好多時候都有一個共鳴喺度，或者有個相同嘅喺度喎。咁而今年咧，你可能即係睇翻長刊裏面佢哋嘅分享，你會見到佢哋成日寫一句去接納嗰個不完美嘅自己。有好幾個同學都係寫緊呢一句，其實咧都係代表緊佢哋啊，即係發現咗啊，原來自己有啲不足，但係佢哋已經開始接納自己可以去進步啊，佢唔需要完美。佢嘅學業成績，佢嘅人唔需要完美，但係佢哋可以去繼續去進步而且咧，佢哋當中咧都有好幾個咧，都係好熱心於咧社區服務啊，去做義工啊，咁都幾有趣喎。咁我哋不如以下落嚟咧，就有少少時間啦，睇下15位超凡學生嘅介紹片。通常呢個時間，大家就會開始攞定部手機出嚟要影相啦。咁呢條片我哋之後都會擺翻上網站嘅，咁大家都可以即係細心欣賞啦。咁喺影片之後咧，我哋會邀請咗咧超凡學生嘅代表黃希琳啦，同埋蔡安妮同學上台有個致辭嘅。大家好，我係黃希琳，來自北角協同中學。大家好，我係嚟自九龍真光中學嘅蔡安妮。今日非常榮幸可以企喺度代表超凡學生致謝。首先，我想多謝校長、老師俾個機會我提名我成為超凡學生，除咗可以令我有自信去接呢個挑戰，更加令我了解自己同埋表達自己。雖然我聽障，但我會繼續
積極樂觀面對我嘅人生。我十分感謝生命教育基金會嘉許我成為超凡學生，喺今日能夠令我可以好永恆可以企喺度。在此代表今屆超凡學生，多謝學校同埋老師俾我哋呢個機會，見到我哋提名我哋。係啊，非常感謝學校同老師，特別係提名我哋嘅老師。張老師，你係第一個睇得出我唔係怕醜，而係唔夠勇敢嘅人。記得學期初，你鼓勵我參加閱讀大使，之後又鼓勵我哋主持校會、參加校外活動同工作坊，令我慢慢發現原來嘗試嘅感覺並冇想像中咁恐怖。之後更加令我發掘到自己心中嘅熱誠。多謝你呢份信任同埋支持，令我開始相信自己都做得到。此外，我哋都想多謝我哋嘅屋企人，好似我作為一個聽障學生，我嘅世界雖然比大家安靜，但係屋企人嘅愛反而係我嘅生命中最強大嘅聲音。多謝老豆阿媽，係你哋用嘅無盡嘅包容同埋耐心陪伴我走過無數次嘅言語治療訓練。你哋從來唔會將我嘅障礙當作係限制，反而一直鼓勵我張開翅膀飛出。一直堅持我畫畫，令我可以用色彩表達內心嘅世界。接住落嚟，我哋要感謝嘅係面試評審嘅每一位。老實講，面試前一日我緊張到瞓唔到覺，一直喺度諗，如果我出錯咗點算啊？但係當嗰日我哋一行入間房，成個氛圍同我哋想象中完全唔一樣。評審唔係好嚴肅咁樣坐喺度，而係笑住同我哋傾偈，又會問我哋平時中意做啲咩，就好似朋友咁樣。我記得其中一位評審仲講咗句笑話，令我忍唔住笑咗出嚟，成個人即刻放鬆晒。就係呢啲好舒服、好被尊重嘅對話，令我第一次覺得表達自己唔係一種壓力，而係一種享受。最終可以被提名，我知道唔係因為我哋有幾咁犀利，而係因為你哋願意見到我哋嘅努力，同埋接納我哋嘅不足。喺度追夢想嘅路上面，我哋每個人都有過迷茫同埋挫折，但幸運嘅係我哋遇見咗生命教育基金會。咁生命教育基金會就好似一盞明燈，佢哋唔單止我哋見到我哋嘅潛能，同埋用愛同埋資源為我哋搭建咗一個證明自己嘅舞台同平台。咁多謝基金會令我哋明白生命不設限，每個人都可以活出超凡嘅精彩。最後，我哋想再一次感謝我哋嘅學校，感謝老師，感謝家人，感謝評審，感謝基金會，感謝每一位曾經對我哋講你試下啦嘅人。我哋會帶住呢份勇氣繼續行落去。多謝大家，多謝兩位同學。嗱，我記得咧叫佢哋去，即係邀請佢哋去分享嘅時候咧，佢哋即係二話不說，好咁樣。然之後咧，佢哋就自己喺度分工，寫好晒啲廣告，然之後再俾我哋睇，非常之好用心啦，同埋咧佢哋好真誠咁樣分享緊佢哋自己嘅生命。咁啊，好即係好欣賞佢哋兩個。而家就到咗嘉許嘅環節啦。咁我哋首先呢，邀請我哋其中一個嘅評審啦，生命教育基金會嘅幹事 Michelle Chan 嚟為我哋嘉許超凡學生。觀塘瑪利諾書院翟家聰。大家好，我係嚟自觀塘瑪利諾書院嘅學生翟家聰。首先喺呢度，我好開心嚟到呢度啦，同埋我最想多謝嘅就係生命教育基金會俾我哋呢個機會，可以讓我哋可以成為本屆嘅超凡學生啦。其次，我都好多謝提名我嘅 Miss 關啦，同埋過嚟支持我嘅林竇威老師啦。好多謝你哋，同埋爹哋媽咪係最重要嘅。你哋一直以嚟對我嘅關顧係一直係好多啦，一直冇放棄過我啦。你哋係我生命中最堅強嘅後盾。其次，最後就係最中意嘅就係 Tommy 老師嘅學生手記3啦。
喺呢一年入邊，其實我係第一次養成咗睇書嘅習慣嘅。睇住呢本書呢，其實我會發現好多故事都有好多唔同嘅道理啦，人生道理啦，啟發咗好多嘢。我記得一開始係諗緊嘅係時間觀念又變咗啦，之後又明白咗點樣去突破自己啦，之後最重要，我最中意嘅就係思想偏差嗰篇啦，係令我發現咗其實諗嘢之前換咗一個角度去諗，你會發現事情嘅本質會變咗好多啦。係啊，之後我都好多謝基金會俾我呢個獎啦。我相信呢個獎唔單止係一個對我嘅肯定啦，而係一個俾我嘅一個建議啦，同埋一個提醒翻我自己其實仲有好多唔足啦。雖然山谷係好低，但係往往成分養分都係最充足嘅，所以以後我都會繼續努力去承擔責任啦，做好自己，之後成為喺你哋口中真正值得驕傲嘅超凡學生。同埋我覺得其實夢想、突破同埋承擔先係成功嘅關鍵。多謝。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鄭家軒。大家好，我係來自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嘅鄭家軒。首先感謝生命教育基金會舉辦呢一次嘅嘉許慶典啦，令我哋有機會俾人看見啦。其次就係衷心多謝我嘅兩位老師陳老師同埋周老師，多謝佢哋喺我低落嘅時候推薦咗超凡學生手記2俾我。呢本書令我見到好多人嘅成長經歷當中都遇到大大小小嘅挫折，跟住呢，令我明白唔係得我一個人先會唔開心啊！同埋佢令我掙脫咗自我懷疑嘅漩渦。佢幫助咗我哋即係建立咗好多嘅正面嘅價值觀，同埋日後我都會繼續擔任圖書管理員，去分享更多自己嘅故事，同埋推薦呢本書，令更多人都可以接觸到改變嘅機會。多謝。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次中學賴冠豪。咁大家好，我係嚟自順德聯誼總會胡少次中學嘅賴冠豪啦。咁首先我好想多謝一下Tommy 哥哥啦，因為佢寫咗超凡學生手記2呢本書啦。我好深刻嘅就係喺呢本書入面咧，有句話叫做話成長路上嘅妄言咧係源自於唔認識自己啦。正正係因為呢句話咧，我先開始探索我自己嘅一個人生旅程嘅。咁我都好多謝生命教育基金會啦、各位評審啦，同埋支持我嘅學校老師啦、校長啦，咁仲有支持我嘅屋企人啦。正正係因為咁多人啦，我先有呢次機會啦，可以有一次探索自己嘅機會嘅。咁我都希望喺我自己日後嘅人生旅程入面啦，可以透過到超凡學生手記嘅系列嘅書本啦，可以繼續咁探索翻自己啦。咁希望就可以揾到話，無論話係缺點或者優點又好啊，都可以令我自己喺日後有更加多嘅進步啦，唔辜負而家企喺呢度嘅自己。多謝大家。北角協同中學黃希林。大家好，我係北角協同中學黃希林。咁我想多謝係生命教育基金會嘉許我成為超凡學生，同埋我都想多謝屋企人同埋我嘅學校老師同埋校長，因為你哋令我可以成全自己。我係好緊張嘅，不過我係睇咗最深刻咧，就係我睇咗個超凡學生個手記啦。咁我之前一開始我睇呢本書，我係唔係好想睇，因為感覺好多內容啦。但係後尾我慢慢睇，我覺得裡面個故事係有啲似我嘅經歷。咁譬如話我係聽障，咁因為細到大我都要面對人哋嘅溝通啊，同埋有啲困難咁樣。咁我係有啲自卑感嘅一開始，但係我睇完呢本書咁，我就發現其實
可以克服困難，同埋一直揾自己想要嘅目標。咁我睇完我就冇咁自卑，同埋我睇大開啊，跟住咁我就知道咁克服困難，咁我就知道一直我就好努力同人哋溝通啊，同埋會叫人哋盡量講慢啲咁樣。咁啊，我希望可以一直希望好啦，多謝大家。救世軍卜惠廉中學李令。大家好，我係嚟自救世軍卜惠廉中學嘅李玲。首先咧，我想感謝新民教育基金會喺我學生生涯俾咗我好多幫助啦。我都好感謝我嘅老師 Miss Fu 同埋導師們對我嘅支持。我有啲想喊啊，好感動。我都好榮幸成為一屆嘅超凡學生，俾咗我行到呢個台上嘅機會啦，俾咗我發言同埋認識大家嘅機會。最後我都會堅持帶住我成為超凡學生嘅初心行落去嘅。多謝大家。福建中學小西灣吳子瑩。大家好，我係嚟自福建中學小西灣嘅吳子瑩。首先好榮幸可以攞到超凡學生呢個獎。咁然之後，我要多謝嘅係我嘅屋企人，但係雖然佢哋唔喺現場，但係我好多謝佢哋一直以嚟嘅默默支持，一直包容我，俾咗我喺成長嘅路上有一份底氣。其次，我要多謝我嘅老師提名咗我，俾咗呢個機會我。多謝佢哋喺我成長嘅路上遇到困難、迷茫嘅時候一直鼓勵我，俾咗呢個機會我。喺未來嘅路上，我會繼續努力，堅守住自己嘅初心，唔負大家嘅期望。多謝大家。係啦，咁我哋而家咧就有請生命教基金會嘅義務總幹事 Tommy 上台，我哋繼續嘉許超凡學生。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孫海怡。對唔住各位，我上年先嚟咗香港讀書啦，所以我廣東話唔係幾好嘅。大家好，我係來自佛教沈香林紀念中學嘅孫海怡。首先多謝各位生命基金教育嘅呢啲社工姐姐啦。其次就係感謝我嘅老師 Miss Ma 同埋我哋學校嘅同學。因為我初次先嚟香港讀書，所以我可能語言呢啲啦都唔係幾順嘅，可能有時會聽唔明佢哋講嘢啦。都有同學或者老師用普通話同我交流嘅。其次就係感謝我屋企人俾我好多幫助，就係無論係面對一啲其他人對我嘅惡意啦，或者學校有啲唔同嘅人對我嘅一啲傷害啦，我屋企人都有幫助我去一齊面對啦，同埋開導我去積極嘅去睇呢個世界。多謝大家。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黃心妍。大家好，我係嚟自中華基督教會燕京書院嘅黃心妍。咁首先好多謝生命教育基金會啦，對我嘅肯定，俾個獎我啦。咁樣其實我都好多謝當日喺面試嗰陣同我面談嗰3位面試官啦。我見到好似其中一啲都喺呢度嘅，係咁我就覺得好多謝面試官係真係好用心咁樣去了解我嘅生命經歷啦，仲發現咗一啲可能我自己原本都唔知原來自己係咁樣嘅一啲特質啦。咁通過同面試官嘅交談，我先知道原來係我有啲特質係
喺我父母身上學翻嚟嘅咯，即係我本來都冇懷疑到一啲咁樣嘅事，咁所以就真係好多謝面試官啦。咁我亦都好多謝學校推薦我啦，特別係好多謝蕭副校同埋葉老師啦，因為我都知道葉老師喺即係幫我填嗰啲表格啊，同埋幫我寫啲文章去推薦我嗰陣，都係用咗好多心機啦。咁蕭副校更加係面試當日親身去陪住我咁樣，咁我都覺得係俾咗我好大嘅鼓勵，所以多謝大家。咁樣我都未來都會繼續努力啦，希望可以都發掘到我身邊唔同朋友嘅超凡特質啦，然後大家一齊可以有一個超凡嘅生命。多謝各位。東華三院吳若如夫人紀念中學黃玉珊。大家好，我係嚟自東華三院吳若如夫人紀念中學嘅黃玉珊。首先，我好榮幸生命教育基金會嘉許我成為超凡學生，亦都好感謝學校嘅校長同埋老師願意俾咗呢一次機會我去嘗試，亦都好感謝一路以嚟支持我嘅屋企人、朋友同埋老師，冇佢哋嘅話，依家嘅我就唔會喺呢度。同時，我都好開心可以喺困境嘅時候閱讀到《超凡學生手記1》呢一本書，係我人生最迷茫嘅時候，終於有一個可以鼓舞我面對自己、改變自己、面對困難嘅勇氣。喺日後，我都會繼續保持自己原有嘅特質，繼續將我以前感受到嘅善意傳播俾身邊每一個有需要嘅人。多謝大家。香港真光書院彭子琪。大家好啊，我係嚟自香港真光書院嘅彭子琪。咁其實今日我企得上台呢，其實我好開心，我可以得到超凡學生呢一個嘅榮耀啦。因為呢，其實我係冇諗過自己會得到呢一個獎，而我亦都好開心呢，老師會推介我去參加呢一個嘅計劃。而我好多謝我嘅父母呢，就冒住咁大雨都過嚟睇我。咁其實我真係好感動嘅，因為佢哋係教導咗我好多嘢，佢教導咗我嘅耐性、耐心，仲有佢待人處事嘅態度應該要點樣，做人一定要正直。佢教導咗我好多嘢，所以其實我真係好多謝佢哋。第一個就係，而其次我好多謝生命教育基金咧去支持我啦，去肯定我，咁先俾我可以有呢個機會去企喺呢個台度發表我嘅感言。而其實我成日都覺得自己好多不足嘅，但係當我閱讀完生命超凡學生手冊3之後，其實我開始接納自己嘅不足。而對於我嚟講，其實失敗並唔可怕，最可怕嘅係你唔識得點樣企返起身。所以日後我會繼續去努力咁樣做好自己。多謝大家。九龍真光中學蔡安妮。大家好，我係嚟自九龍真光中學嘅蔡安妮。老實講，我收到被提名嘅消息嘅嗰一刻，我真係非常開心。回想起學期初，我有機會可以喺校會上面主持，同胡燕青老師、陸騎士老師一齊交流。其實過程真係非常艱辛，因為我本人比較怕醜，見到好多人嘅時候就會有啲口窒窒，加埋我本人有少少口音，所以其實過程都好難。但我真係好感恩有我嘅老師幫助我改善我嘅口音，最終都順利完成咗校會。我都發現原來踏出第一步之後，我嘅人生都有好大嘅改變。我行得更加多，試得更加多，所以我真係非常感謝學校，感謝老師，感謝基金會，感謝我嘅家人。多謝大家，我會帶住呢份勇氣繼續行落去。聖公會聖西門女明才中學蔡宇欣。大家好，我係嚟自聖公會聖西門女明才中學嘅蔡宇欣。我首先好想感謝生命教育基金會俾我嘅呢個肯定啦。其次，我想感謝我嘅老師葉 Sir。多謝你可以睇到我身上嘅一啲特質，推薦同埋支持我參加呢次嘅計劃，令我睇到唔一樣嘅自己。同時，我都想感謝我嘅家人、朋友同埋老師們，係佢哋嘅支持同埋鼓勵啦，令我有勇氣踏出自己嘅舒適圈。
幾年前我仲係一個從內地過嚟香港讀書嘅學生，當時嘅我好自卑，唔自信啦，都唔因為驚其他人對我嘅睇法同埋眼光，唔敢同人哋傾偈，都唔敢用廣東話去發表自己意見或者係一啲睇法。但係而家我企喺呢個台上邊，咁樣去講出呢啲我嘅感想，其實係因為我學識咗直面困難嘅勇氣啦，堅持去做嘅一個毅力，同埋有一個想要突破自己嘅一個決心嘅。其實我相信呢個獎項超凡學生呢個獎項只唔係一個終點嚟嘅，而係一個起點。我之後都會繼續努力，發揮自己嘅價值啦，令到呢束光可以繼續嘅去延續落去。因為我相信生命係有限嘅，但係我哋喺生命中創造嘅價值係無限嘅。多謝大家。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鄧靜希。大家好，我係嗇色園主辦可道中學嘅鄧靜希。今日嚟到呢個頒獎禮啦，我感到十分之榮幸，亦都十分之開心。我希望藉住呢個機會，多謝生命教育基金會透過超凡校園嘉許計劃，去發掘每一個學生擁有嘅潛能嘅生命特質。我亦都想多謝袁校長同埋提名我嘅麥永欣老師，係佢帶領我參加唔同嘅活動，參加唔同嘅比賽。我亦都要多謝我嘅父母，我嘅爹哋媽咪同埋我嘅兄弟姊妹，佢哋一直都係我最堅強嘅後盾，喺我唔開心嘅時候，永遠都會幫助我。咁所以我好多謝佢哋，多謝。咁咧頭先都有提過，其中兩位嘅超凡學生咧就因為有事啦，未能到現場啦。咁我哋而家咧，但係佢哋咧就錄咗一個嘅感想片。咁我哋而家可以睇下佢哋兩個分享。大家好，我係聖康濟各書院嘅葉雨琪，好榮幸可以成為本年度其中之一嘅超凡學生，亦都感謝生命教育基金會可以令每一個生命都被看見。首先由衷感謝學校同埋老師俾呢次機會我，令我有機會展現自己，可以獲得呢份榮譽。其次好多謝我嘅屋企人由細到大對我嘅關愛，特別係爺爺嫲嫲同佢哋嘅教導同埋相處下，佢哋教識咗我好多待人處事嘅道理。同時亦都好多謝每一位同我喺學業上面互相扶持嘅同學，令我喺校園生活中都收穫咗好多珍貴嘅情誼。我呢個成長路上，多謝每一位同我陪伴同埋支持我嘅人。未來我仍然會保持呢份信念，不忘初心地繼續前進。各位嘉賓、校長、老師、同學，大家好，我係香港教師會李興貴中學嘅何怡善，好榮幸可以獲得呢一次嘅獎項。首先，好多謝學校同老師一直推動生命教育，甚至喺過程當中鼓勵我參與唔同嘅活動。喺老師推介我參與呢次嘅活動當中，我都好驚，即係會懷疑自己能力得唔得，掂唔掂。好感恩，我都可以順利通過咗，並且可以得到呢一次獎項嘅肯定。喺過程當中，我自己都會擔心，我會覺得喺過往嘅日子當中，自己所做嘅係好細微嘅，好似唔值得咁樣拎出嚟去讚賞。但係就好感恩呢一次嘅活動對我嚟講真係個好大嘅肯定。攞住呢一份肯定同屋企人去分享，透過我自己喺日常生活當中去做唔同嘅義工，我自己都有所喺品格上有所成長，有所進步。呢一個係我反而喺我成長嘅路上去吸取到唔同嘅經驗同埋唔同嘅收穫嘅內容。喺未來嘅日子咧，我都會更加相信自己，好似書本當中去認識自己更多。同時間，我都會將呢一份正能量貢獻社會，幫助到更多有需要嘅人。好多謝大家 ，thank you。到最後咧，我哋有請生命教育基金會嘅項目策劃 Clara Fong 咧，為我哋特別勉勵兩位同學仔。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龔錦潤。大家好，我係嚟自五旬節聖潔會永光書院嘅龔錦潤。首先我要多謝生命教育基金會，佢哋唔係機構俾大家可以認識到我哋，然之後可以講自己嘅故事，同埋都多謝俾呢個獎項我。其次我要多謝我嘅老師啊，屋企人啦，佢哋不斷咁俾鼓勵我，同埋喺度教導我，同埋冇放棄到我。
然後我都要多謝喺當時嘅面試官，當時我都獲益好多啦，同埋佢都教導咗我要接納過去不完美嘅自己，即係過去嘅自己咁樣。記得喺以前呢，我係一個就係好曳嘅學生啦，即係咩衰嘢都做過啦，然之後都面臨咗要俾人哋退學嘅風險。但係就喺嗰陣時嘅低谷期嗰度，嗰啲老師佢冇放棄過我，同埋我想多謝我嘅老師鄧立標老師。不過雖然佢因事未能出席啦，但係都多謝佢嗰陣時為我求情，爭取我喺學校繼續讀書嘅機會。然後我睇咗呢本《超凡學生手記》之後，書中有啲道理就係都令我可以就係獲益咯。即係佢有講過咩先付出才會有收穫，同埋你今日犯下嘅做過嘅事啊，同埋你嘅偷嘅懶啊，都會成為日後嘅負擔困難。即係我自己都有親身經歷啦，因為我之前都係個壞學生啦，成日做咗錯事得罪人，因為呢啲事都讓我日後就承擔咗要有嘅後果，同埋都有啲唔好嘅事承擔咗。都多謝所有支持我嘅人，同埋都多謝貴機構教導我咁樣係咯。都希望我日後可以繼續進步，可以繼續保持嗰個大家進步嘅生活係咯。多謝咁多。順德聯誼總會擁有中學馮柏倫。大家好，我係順德聯誼總會擁有中學嘅馮柏倫。今日好榮幸可以喺呢度同大家分享啦。首先，我好多謝生命教育基金會嘅俾我呢一個機會成為咗超凡學生啦。然後咧，我都好多謝我嘅提名老師黃老師啦。雖然佢今日就有啲唔舒服，但係咧佢都嚟咗我嘅頒獎典禮啦。然後都好多謝Tommy 哥哥佢寫嘅《超凡學生手記3》，佢寫咗我記得寫咗愛就係喺自己身邊嘅。呢個就點醒咗我喺呢個身邊周圍咧，我都係有好多幫助我嘅人啦。就好多謝我嘅屋企人啦，我嘅老師啦，特別係我嘅媽咪啦，佢雖然係我嘅母親，但係佢都係我嘅一個好朋友。佢成日有乜嘢唔開心嘅嘢，佢都會同我講啦，我都會同佢講啦。因此咧，我哋就成為咗一個唔單止係親子嘅關係，都係一個十分之好嘅一個朋友咯。多謝。以下落嚟咧，我哋會請咗3位超凡同學咧，同我哋有一啲嘅分享啦。咁啱同學仔每一個都有講佢睇唔同嘅書嘅時候咧，都有啲係得着喎。咁我哋以下落嚟咧，就有請黃心妍同學啦、吳子玲同學同李麗玲同學咧上台分享下喺佢哋睇呢幾本書入邊有啲咩感受啦，有啲咩感想啦。到底呢一套書籍咧點樣喺佢哋生命唔同嘅階段咧帶俾佢哋有啲嘅成長同埋突破咧？我哋有請3位同學仔上台啊！係啊，好歡迎咧3位同學即係去接受我哋即係邀請啦，嚟到去分享你哋閱讀嘅感想。咁啊可以不如都介紹下即係你哋睇過啲咩書啊？我睇過3本嘅《超凡學生手記》1、2、3都睇過。我睇過《超凡學生手記2》。咁我都係1、2、3都睇過，不過感受最深刻嘅就係《超凡學生手記3》。係啊，不如咧都請阿子瑩咧去講下你睇超1嘅時候一啲嘅學習啦。咁我喺睇咗《超凡學生手記1》之前呢，我係可能覺得讀書係一件好悶嘅事，即係望住一堆密密麻麻嘅文字，好難可以有一個集中。同埋有時候我讀書可能需要好被動啦，需要可能要去逼住咁樣去讀，同埋可能有好多嘢都記唔入腦啊，或者係唔想讀啦咁樣。咁原來後嚟我睇完呢個《超凡手記1》之後咧，我就發現其實唔係話我唔識讀書，而係我揾唔啱一個
個屬於自己嘅讀書方法，同埋自己嘅心態唔係即係唔係喺專注喺讀書上面咯。咁喺呢本超凡手記一咧，就令到我揾翻咗屬於自己嘅適合自己嘅學習方法啦，亦都令到我更加好咁樣去到規劃緊自己嘅學習時間。咁啊，不如都請阿李玲去講下，即係你睇超凡學生手記2嘅時候，一個對你嘅影響啊。其實對我最大嘅影響就係為自己嘅決定付出責任。就係咧其實最深刻嘅內容就係超凡學生手記2當中第4章入邊講咗重視自己嘅承諾。其實如何去重視自己承諾係一個問題嚟嘅。其實而家好多人，譬如我身邊嘅嗰啲同學啦、朋友啊，佢哋可以是但好輕鬆對自己俾一個目標俾自己，但係佢哋從嚟唔認真去對待。其實我冇改變之前咧都係咁啊，好輕鬆俾自己一個目標啦。譬如我今日要温習數學30分鐘，今日瞓覺嘅時候，唔係今日唔會通宵達旦咁樣玩手機啦，因為我中意打機。然後咧，但係我可以俾自己咁樣目標，但係一到好放鬆嘅時候咧，我就會打破個約定，我就仲有時候會反省自己嘅。然後咧就係持續咁樣咯。久而久之，我就唔會相信自己講嘅所有嘢，都會對自己做事嘅時候會有啲拖延啊、唔自信咁樣。但係其實個第4章入邊講嘅呢個重視承諾咧，我都有運用到生活當中嘅。我而家會好輕鬆，就係話自己要做啲乜嘢啊，俾自己一條路去行，就係要睇自己個能力先至俾自己個目標啊。就係我點講咧？就係力所能及。力所能及，力所能及。喺嗰個情況之下，俾自己提供個好符合自己嘅目標。其實俾自己落下一個承諾，佢完成自己嘅承諾嘅時候，佢唔係單止完成一項任務咁樣，其實都係慢慢嘅累積我嘅自我價值。當我願意看重我自己每一句自己嘅承諾嘅時候，我就可以真正學識到我對我嘅選擇去負責任。呢個係書中教導我哋自己為自己決定負責任嘅核心啦。係，即係自己對自己講完嘅嘢負責任，而對點樣睇自己，我自己講嘅嘢，甚至係只係對自己嚟講，都能唔能夠去即係信任自己咧？咁呢個都對你嚟講係有一個影響。除咗係同人之間，即係可能人哋有人需求，你去答應咗，你冇做到一個誠信嘅問題，並且係對自己一個誠信。係啊，即係啊，繼續加油。係啊，都請子瑩都講下你睇超2，又係有另外一個唔一樣嘅學習喎。咁啱啱講到啦，喺超2啦就學識咗呢個承諾嘅問題啦。咁我喺呢本書裏邊都睇到咗另外一樣嘢，就係認識自己。咁可能從前可能淨係用考試嘅分數去做標定咗自己嘅價值啦。咁我慢慢開始發現咗自己嘅興趣啦，屬於自己嘅專長啦，慢慢更加深入咁樣認識到自己咯。咁呢個係我喺超2裏邊睇到唔一樣嘅一點。咁啊，即係都請心妍講下睇超3啦。好啊，咁我會話睇呢本書之前嘅自己都係一個比較冇乜自信啦，比較被動嘅人嚟嘅。咁我有時都會諗點解自己咁被動呢？咁不過後來我就發現呢種嘅冇自信，可能係源於一種嘅不配得嘅感覺咯。咁其實係我情緒波動咧就會
一發不可收拾。咁大家將就一下，係俾啲掌聲鼓勵佢。我預備咗紙巾啊！咁咧，我睇《超凡學生手記3》嗰陣咧，咁其實有一句就好觸動到我嘅。咁佢就話：我本來就值得被愛咯。即係好多時候，可能我都知道屋企人係好愛我，但係我會覺得自己可能都唔係好配得。係，但係呢本書就同我講，我係值得嘅咯。即係有啲愛唔係因為我做咗啲乜嘢，而係我本來就單單係因為我存在就值。係，所以喺彩排嗰陣我都冇咁大嘅情緒波動，我就驚一發不可收拾。係，所以但係當我認識到呢一點之後，其實都對呢個自信有一個新嘅認識咯。因為本書入邊都有講到，真正嘅自信唔係成敗有幾多咯，而係當你遇到挫折嗰陣，你真係可以接受自己嘅失敗，然後相信自己，相信其他人，然後繼續去努力咯。我即係頭先喺度同佢彩排嘅時候，佢都有咁同我講，就話啊，我驚一講就好波動啊咁樣。咁我就話，但係你其實講啲咁深嘅嘢，你完全冇情緒，其實會唔會有啲仲怪啊咁？咁我後來就發現啊，即係其實佢裡面有好多心情，可能都冇表達過，或者抑壓住唔好。即係因為佢都係一個即係懂事好乖嘅一個女孩子，咁佢都唔想自己影響到人，佢唔想為人帶嚟麻煩，係啊，咁就會將自己咧撳到好低，咁但係即係就係藉住去睇書嘅時候，原來就咁樣去掂到佢心裏面一個好深，甚至冇同人講過嘅地方，所以即係佢好一個好勇敢去，即係同佢叫佢去分享嘅時候，佢就好直接，佢就講咗呢一個佢一個咁深嘅一個心事俾我哋聽，係啦，咁啊，所以即係好欣賞佢嘅勇敢啦，同埋都係一個對自己好坦誠咯，咁啊都係咯，好想祝福你，即係可能都係。好陌生，我記得你嗰陣時面試嘅時候，你就講過話，好想去參加drama，去睇下唔同人究竟唔同嘅角色佢有啲咩情感啊情緒。咁我相信其實你裡面係有情感情緒，但可能好多時候不自覺咁樣撳咗落嚟，就讓自己好似感受唔到咁樣。但係我覺得即係今日都係一個好好嘅開始，去讓你知道啊，原來我裡面有唔同嘅感受，有唔同嘅感覺，亦都藉住本書有呢一個對你。即係你自己一個咁樣嘅發現，可以繼續去 explore，去認識自己嘅情緒，認識自己嘅心。係啊，再次俾啲掌聲佢。係啊，咁都你係咪仲有預備一段？我都仲有預備一小段，即係我唔會話係睇完本書就即刻有好大嘅行動上嘅改變咯，但係我會話係好似一個種子撒咗喺我心入邊咁樣咯。咁就舉個例子啦，就係每次寫學習心得嗰陣咧，我都會係咁睇咯，好想睇清楚自己嗰個心得夠唔夠獨特，可唔可以令到其他人眼前一亮咯？但係有一次我朋友就同我講啦，佢睇完我篇嘢之後就覺得同好多篇都差唔多。咁其實以前嘅我就係會好沮喪嘅，但係我睇完本書之後嘅我就覺得呢一種嘅平凡其實都係真實嘅我咯。咁其實我嘅真情實意啊，或者我嘅經歷都係獨一無二咯，就唔需要同其他人去比較咯。係，所以
我都覺得可能呢一種平凡都可以默默咁改變到其他人嘅生命。好多謝三位同學嘅分享啦。咁啊子瑩即係都喺佢嘅分享裏面，其實都有講過啊，佢其實都有睇超123啦。而超123佢喺唔同嘅即係每一年佢喺唔同嘅處境裏面，本書就好似提供咗一啲好實質嘅一啲解決嘅方案，去協助佢，去鼓勵佢去面對，無論係讀書啦，無論咧係人際關係啦，甚至係一啲嘅自信啦咁樣。咁李玲咧，佢都喺睇超2嘅時候，佢發現誠信嘅重要即係頭先佢就再講咗深啲，唔單止係我講嘅嘢出嚟，我可唔可靠，人哋能唔能夠信任自己，而係佢能唔能夠去尊重自己啦。呢個都係一個好大嘅學習啦。咁樣係咯，鼓勵你繼續啦。咁心妍都多謝心妍，即係你呢個有心嘅分享即係我其實喺度睇緊佢份稿嘅時候，我已經好感動咁係啊，咁都多謝你喺呢一度同大家一齊去分享，亦都係啦，鼓勵大家即係喺今日之後，或者係即係喺以後嘅日子裏面無論係藉住閱讀啦，或者係一個自己嘅即係發現自己啦，去繼續去學習裏面，喺唔同嘅經歷裏面都有唔同嘅成長同埋改變。多謝你哋嘅分享。啱啱咧聽完同學仔嘅分享啦，不如我哋都再一次俾啲掌聲俾3位同學仔好唔好啊？係啊，即係我覺得佢哋可以咁樣咁真誠去分享，其實真係好勇敢啦。咁其實除咗啱啱同學仔嘅分享啦，其實過往喺嘉許計劃裏邊接觸過好多唔同嘅同學仔啦。其實佢哋都有分享過喺佢哋成長嘅過程裏邊咧，都會遇過一啲內心嘅掙扎啦，都有啲人迷茫啦。而呢個其實就係和應緊我哋當初點解去設立嘉許計劃嘅嗰個初心，就係源於對生命嘅一份重視同埋珍惜啦。我哋深信咧，其實每一個人嘅生命咧都係獨特同埋寶貴嘅，裏邊有好多嘅豐富啦，好多美麗啦，都有待被發現嘅。而所以好想透過嘉許啦，提供一個平台，讓到老師啦、學校啦，可以多啲去捕捉每一個生命成長突破嘅瞬間，讓到學界啦、校園啦、老師啦，甚至係家長啦、同學仔本身啦，都更加多去專注喺佢哋內心嘅嗰個豐富同埋美麗，唔係淨係睇緊外在邊嘅能力同表現啦，而係欣賞到一個人嘅內心。係啊，咁不如我哋都再次去分享一首我哋嘅主題曲俾你哋聽，就係《Steadfast Love》一個都不能少嘅主題曲。故事裡面咧就係講緊一個小伙子佢成長裡面嘅一個經歷，即係可能又好似比較爭競啊，要去表現自己，去獲得咧人哋嘅認同認可。到後來佢發現原來可以經歷一份無條件嘅愛，甚至可以去分享呢一份愛。我哋不如聽下首歌。係啦，咁之後咧就會有請鄭嘉軒同學啦，同埋佢嘅提名老師陳樂欣老師上台有個分享。緊接住咧就會有生命教育基金會嘅創辦人、奇異義務總幹事兼超凡學生手記系列嘅作者 Tommy 同我哋有個分享嘅。長大了，真心想讓你知愛是無私，不需竭力爭取，亦可被寵被愛。我甚願你從心底接受愛。今天這多火山經歷了，真心想讓你知愛是無私，不需奔跑真誠，亦可被寵被愛。我們甚願你來分享這份愛，傾流的愛，屬天的禮物，堅持捉緊，讓愛轉化你一生，是無條件的愛，請看看指紋，永遠獨特寶貴的你。
想讓你知，愛是無私，不需奔跑真誠，亦可被寵被愛。我們甚願你來分享這份愛，堅持的愛用心領受，鎖門打開，讓愛擁抱我的心，是無條件的愛，洗去痛苦憂愁，永遠獨特寶貴的愛。縱然面對疾風駭浪，但是愛裏總有盼望。我們同心宣告，一個都不能少。暴雨過後，定重現歡笑。堅持的愛，用心領受，鎖門打開，讓愛擁抱我的心，是無條件的愛，洗去痛苦憂愁，永遠獨特寶貴的愛，永遠獨特寶貝的愛。各位嘉賓、各位生命教育基金會嘅同工、各位主任、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係嚟自中華基督教會何福堂書院嘅陳樂欣老師。我係中華基督教會可能書院嘅鄭家軒。今日咧，我同家軒代表學校分享超凡閱讀校園閱讀計劃帶嚟嘅生命成長。首先要好多謝生命教育基金會推出超凡學生手記呢個系列嘅書籍，透過校園閱讀嘅計劃，將生命教育帶到去校園當中，讓到好多同家軒一樣嘅一啲嘅孩子，能夠喺文字當中去接納自己，能夠揾到生命嘅出路，面對困境嘅一啲嘅勇氣。一開始咧，我去識阿家軒嘅時候咧，就係喺因為我教佢倫理與宗教科啦，咁啊喺班房嘅角落度去看見佢。起初咧，發現佢都係好低調啦，自己一個病埋喺角落度温書啊，甚至乎就算係小息午膳嘅時候咧，佢都係快手匿去圖書館嘅一個角落度温書一個嘅小朋友。即係佢都係好低調啊，好唔係咁容易俾人發現啊，亦都唔係好願意同其他人去分享溝通嘅一個小朋友。但係後尾直至到當我發現佢去閱讀完呢一本書，喺呢一年嘅經歷裏邊，讓到我發現佢生命係一點一點咁樣咧，係有啲唔同嘅改變。接下落嚟咧，主要其實係交俾家軒分享嘅。我咧會問佢幾個嘅問題，透過佢嘅一啲嘅分享，去咧分享佢自己一啲嘅生命嘅故事。從前咧，家軒咧總係咧會推卻好多唔同嘅機會嘅，即係因為我都係圖書館嘅老師啦，咁我都有開頭去邀請佢去擔任呢個圖書館嘅管理員啊，或者去參加呢一個嘅超凡學生嘅呢個計劃啊。但係咧佢都係好驚青嘅，即係好低調，佢都冇乜信心，我都唔參加啦咁樣，或者係好唔願意嘅。但係去到後尾，佢讀完真係去睇呢本書之後，《超凡學生手記2》之後，佢開始慢慢去踏出自己嘅舒適圈，慢慢去踏出嚟，願意去擔任呢一個嘅圖書館嘅管理員，甚至乎主動去願意去參加呢個朗誦比賽，學識同低潮嘅自己去和解，開始生命不再一樣。接下落嚟啦，我問第一個問題先。一開始係家軒啊，點解咧你會去接觸《超凡學生手記2》呢一本書嘅？一開始周老師就同埋陳老師就推薦我去做圖書管理員啦，咁我就好抗拒，
我覺得自己就唔配做呢一份工作啦。我覺得自己係多餘同埋失敗嘅存在。老師仲想推薦我去參加超凡學生啦，我就諗都唔敢諗。後來老師就將超凡學生手記2遞咗俾我，所以我就接觸咗呢本書。咁喺呢一個閱讀旅程裏邊，書裏邊邊一句嘅句子係最打動你，又帶俾你一啲乜嘢嘅力量呢？其實書中有2句嘢我都一直記喺我嘅心裏面啦。第一句就係我哋可以痛但係唔負啦。咁書中嘅 Tommy 都經歷咗好多嘅難關，佢經歷咗咁多之後，但係佢冇去放棄，佢將呢啲嘅困境化為向前嘅動力啦。第二就係認識自己係無休止嘅過程。咁我睇到呢一句嘢之後，我就開始允許一切難關嘅出現。我開始接納自己。之前我就覺得自己係一無是處啦，但係呢句嘢令我明白到我可以喺唔同嘅改變當中去認識自己。嘉軒頭先講到咧話，我哋可以痛而不苦。我相信咧，在座嘅每一個同學，甚至乎我哋每一個嘅家長、老師，我哋生命中咧都經歷過好多唔同大大小小嘅一啲嘅困難。但係嘉軒嘅呢一句睇書裏邊睇到嘅呢句説話，話俾我哋知道，即使我哋係喺呢個困難、喺問題嘅當中，我哋喺痛苦嘅當中，但係我哋仍然能夠係知道，我哋生命係有希望，亦都係喺呢本書入邊發現有好多唔同嘅鼓勵，有好多唔同嘅生命故事話俾我哋知啊！我哋係能夠有一班人同我哋去同行，帶俾我哋力量，帶俾我哋鼓勵，能夠重新出發。就好似嘉軒咁，生命有一啲嘅改變，能夠不再一樣。咁讀完呢本書之後，你覺得自己又有啲咩改變啊？其實讀完呢本書之後呢，我即係之前啦，老師推薦我去做呢個圖書管理員同埋參加超凡學生選舉嘅時候，我都拒絕咗啦。我覺得自己唔配做呢啲嘢啦。跟住讀完呢本書之後，我就開始問自己：我係咪真係唔得呢？我係咪仲係唔敢去嘗試？但係而家我願意去接觸更多嘅事物，願意去擔任圖書管理員啦，同埋考慮參加選舉。跟住其實呢啲最主要嘅原因唔係因為我變得更優秀啦，而係因為我願意相信自己可以慢慢變好。我接納咗脆弱嘅自己，就算遇到低潮，我都知道呢啲淨係成長中嘅一部分，唔係我成長中嘅所有。作為同嘉軒一齊成長同路嘅老師，當我都即係喺今日嘅計劃裏邊見到佢嘅一啲嘅改變，佢願意去分享自己嘅時候，我自己都覺得心裏邊有好多嘅感動。即係一步一步見到佢喺即係閱讀完之後，喺呢一年嘅過程裏邊，由佢真係一開始係匿埋一二角，唔願意同人分享嘅時候，直到後尾佢開始主動好準時、好早就落嚟圖書館揾我啊，又揾周老師啊咁樣，佢願意承擔一啲嘅即係圖書館管理員嘅工作啊，甚至乎願意去多咗同我分享佢自己屋企嘅事啊，自己一啲嘅生命故事嘅時候，真係見到啊呢一啲嘅生命教育喺呢個孩子身上嘅一點一滴嘅改變，同埋令到佢生命上嘅一啲嘅成長，所以我都好感恩今日能夠可以有機會同嘉軒一齊喺呢一度分享，一齊喺度見證大家同埋咧佢嘅成長，亦都多謝咧嘉軒咧啱啱我哋即係呢啲嘅分享。再一次咧好感謝呢個生命教育基金會籌劃嘅呢個超凡校園嘅閱讀計劃，能夠透過超凡學生手記呢一套嘅書，讓到愛能夠去接同埋接納呢啲嘅生命嘅教育嘅觀念，去帶到咧每一個校園當中。一本嘅好書係唔會直接解決所有嘅難題，但係會俾孩子面對困境同埋看見自我價值嘅一啲嘅勇氣。希望我哋今後每一位嘅同工同埋同學都能夠帶住喺書裏邊揾到嘅愛同希望，一齊去延續呢一份嘅力量，呢份嘅希望喺我哋嘅校園當中，喺我哋嘅生命當中。多謝大家。再次俾啲鼓勵佢哋好唔好？頭先所有嗰啲超凡學生呢，若你細心睇佢啲故事，係好感動。我自己都被激勵。思想偏差嗰個人，你細心睇，留班唔係1年，留班係2年。自稱壞學生、問題學生，全
全部都話同啲豬朋狗友一齊，而裡面竟然佢識用反心理機制，哇！真係寫得經典。就係老師對佢嘅關心，佢覺得老師係乜嘢啊？敵對佢。思想嘅偏差，佢一觸動嘅時候，喺冇人知道嘅情形之中，佢自己開始去真正面對自己，做返一個負責任嘅人。由留班2年去到而家嘅時候，我諗淨係一個故事，係咪值得俾啲鼓勵佢？唔止，頭先一出嚟做司儀，你一聽嘅時候驟眼啊，好似有啲特別，但佢自己話俾你聽，佢係聽障，而唔係普通輕度。你知唔知呢一個限制其實係好咩啊？好大。一個好大嘅障礙，但係竟然喺你哋嘅面前好自由地去表達。你知唔知淨係呢一樣嘢已經見到背後佢個父母付出幾多，佢裏面嘅內心掙扎幾多，要克服幾多所有先天嘅障礙，而唔成為佢生命嘅限制。因為呢個障礙佢唔能夠乜嘢啊？唔能夠變冇，但係佢克服嘅障礙，喺克服嘅時候可以同人有溝通，社交仍然可以有，仍然可以尋找佢嘅夢想，喺深處裏面。呢個唔好輕率。好多時候人冇障礙嘅時候已經自廢自己，遇到好簡單嘅情況嘅時候已經覺得大禍臨頭，但係你見到一個係一個實際天生出嚟，你諗清楚一個差唔多幾乎唔係好聽到嘅人能夠同你溝通到，你唔驚訝？呢一個直情係生命嘅裏面嘅一種好大嘅咩啊？一個奇蹟。所以又俾啲鼓勵佢好唔好？唔單止，因為我知道時間關係，因為你每一個故事，如果去夜翻去睇嘅時候咧，其實好感動。我一陣演繹一個故事，一個出世一直喺山區長大，外婆湊，直到好大個嘅時候，有一日翻到屋企嘅時候，有一班陌生人望住佢笑，跟住佢問阿外婆咩人？外婆同佢講：呢個係你爸爸媽媽。你淨係有少少啲故事做個 background。佢個世界唔屬於自己可以參與，直至有一日，有一個好有心嘅老師喺個圖書館度見到呢一個嘅同學仔，每一個星期都攞同一本書嚟睇，一路睇一路睇，睇到有一日嘅時候，見到呢個同學仔終於愁眉深鎖嘅情況點樣啊？鬆解。跟住呢個老師一路觀察，見佢鬆解一剎那，就係知道係時機，就去接觸佢同佢傾嘅時候，個故事好長，我淨係俾少少嘅片段你。係一個長大咗好耐先知自己呢一個係我嘅爸爸媽媽，佢經歷咗幾多嘢？佢裏面嘅掙扎唔係成就有冇，佢掙扎係存在感。人最核心，佢最現出實在內在嘅存在感。
就係一個老師。你諗下，佢要觀察到你愁眉深鎖嗰一剎那鬆解，背後嗰種嘅守望，嗰種嘅愛。因為你要記住，唔啱時機嘅一句説話會帶來係一個破壞，唔啱時機嘅邀請帶來嘅就係壓力。時機等待嗰種細膩細緻，你要記住喺呢個背景之中嘅時候，佢能夠分享佢嘅故事，去到佢願意接受被提名，跟住去面對，接受自己有脆弱嘅自己，唔再因為自己唔完美嘅時候，覺得自己一無是處。因為人嘅存在，生命係一個歷程，負上責任去面對你人生呢一個嘅歷程。佢哋喺度表達嘅時候，佢係冇表達到頭先嗰一紮嘢，因為係唔需要，因為佢哋唔係要去建立自己嘅咩嘅名聲，其實一種簡單嘅愛，珍惜嘅生命，但我哋擺在心裏面，先上嘅偏差。去點樣去負自己生命嘅一個責任，而唔自怨自艾，呢個好重要。困難未必係逆境，真正逆境嘅時候係你失去咗咩？嗰種希望感，失去咗有人再期望你，同時失去咗你都唔再期望任何人，呢個就係真正逆境。困難有人喺身旁，你會發現一個歷程當中，無論上山落山，沿途總有風景。生命唔係累積幾多，跟住去比較你外在累積嘅幾多，而係成個過程裏面你成為乜嘢嘅人。限制係唔少，真實係教我嘅老師，亦係我母校嘅校長。我有一次想去生物科嘅時候呢，我先意外地發現原來自己有色弱，因為我從來都唔知，總係覺得睇啲顏色應該係咁啊，但係硬係好似奇奇怪怪。係啊，即係總之人哋叫我攞 A， 跟住我攞咗 B， 跟住我又唔知，因為嗰個係色弱，但我從來係去到中學先知自己乜嘢色弱。我改變唔到呢一個乜嘢色弱嘅天生呢一個嘅事實，但係我哋可以改變嘅係我哋回應。去到大學嘅時候，土木工程我有一科叫地質學。嘅地質學裏面呢，就要去有實習去分啲礦物質。咁啊，基本上如果你睇到顏色呢，就分到一半以上。咁我嘅教授知道呢，我原來有色弱，佢就同我講話可以乜嘢免疫唔考呢一個。跟住我同佢講話，我可以考，我照考。諗都諗唔到，你知唔知我點樣去睇個顏色翻嚟？其實我就背晒所有礦物質嘅所有其他嘅特質，我用其他嘅特質裏面變到呢一個嘅礦物質，跟住我背個顏色出嚟。呢個係我中學裏面，或者我由細個所經歷所有困難裏面，就係我有限制，我接受我嘅限制，但我可以用其他嘅方式去面對同一個問題，縱然無論個結果係點，但我唔逃避佢。呢個係好重要。手上個牌天生出嚟，你控制不了，但你點樣去回應？而人生到老嘅時候，所活現嗰種嘅自尊自重，就係你一生裏面認真地乜嘢，真係走過。
所以我好想講咧，今年一路睇你哋寫嘅嘢嘅時候咧，你知唔知我係第一屆你哋嘅文字裏面觸動咗我嘅心。有一個學生咁寫，佢話書中係好樸實嘅文字，事實係，如果認識越耐，對我認識越耐嘅人咧，我唔中意浮誇嘅嘢，我中意喺平常，我唔中意高言大智，我中意啲嘢踏實。我好中意喺山谷裏面嘅一個清溪裏面嘅一朵花，呢個好緊要，係樸實嘅一文字。佢話呢個樸實文字裏面，卻帶來咗學習裏面生活嘅一種嘅平常。正正就係呢種平常，就係經歷到生命同生命嘅咩相遇。有一個同我咁講，佢話書中冇任何嘅魔法，亦最緊要唔係心靈雞湯，正正就唔係心靈雞湯，而係真係坦誠面對生活嘅時候嘅一種生命嘅感悟。我相信教育係一個場景，書中係一個媒體，生命嘅相遇係一種生命嘅感知，以至係一個互動對話，讓每一個經歷到個心就係被陪伴，而竟然個同學咁樣寫咗出嚟。佢話經歷仿似書中嘅人去陪伴住，去面對緊去讀書嘅唔同嘅階段，寫得好犀利。正正就唔係心靈雞湯，但係完全係你讀書嘅場景，因為就係呢個幾十年裏面嘅相教裏面累積嘅所有嘅對話同埋互動裏面嘅一啲感知，而係一個角色當中互動，以至到我話俾你聽，你寫完之後，我個心係好感動，你捉到呢一樣嘢。正正嗰啲高言大智、心靈雞湯嘅嘢啟動唔到任何，因為佢只係俾咗煙勢，俾啲嘅知識，俾咗一啲嘅證據，經記落腦裏面成為你嘅記憶。真正嘅生命係一趟嘅旅程，係一種與心相遇，遇上自己，遇上身旁嘅人，遇上環境恢復，甚至乎你可以遇見創造你個。係一個預想嘅一個歷程，唔係一個課程，而喺重生嘅時候，唔係帶來你嘅反思，而係帶來你裏邊嘅內省。其實原本嘅原意就喺呢度，竟然同學仔嘅時候寫咗呢個感覺，跟住嗰位老師嘅提名咁樣寫，就係呢一句咧，就令到真係我個心喊咗出嚟。個老師咁寫，佢話本書讓一個自卑嘅人開始相信自己可以經歷被看見，經歷被珍惜。嚟緊嗰句就係我喊嗰句，同埋可以經歷好好活下去。香港係一個好功能性嘅社會，我哋唔會否定角色需有嘅表現，呢個都係重要。但我哋覺得生命同生活係唔同，生命係一個生命內在性，我哋叫 intrinsic， 每一個生命都係一個 true self， 真實係你，以至到點樣用真實你真摯真誠嘅去進入一種關係喺裏面，發現頭先講愛已經係乜嘢啊？身旁。今年10月嘅時候我就50歲啦。咁啊，今年俾我好多嘅感覺，原來踏入50嘅感覺係真係好啲唔同。基金會係2007年3月21號嘅一個念頭，即係換言之係我31歲嘅時候嘅一個念頭。用咗2年時間，唔同嘅支持者、家長唔同啦，各方面愛就喺身旁啦，就係喺2010年基金會嘅成立，跟住踏實堅持走到咁樣。你聽到表徵嘅嘢就係07年、2010年，但你知唔知背後由0
走出嚟嘅時候，背後係有好多人嘅信任、支持、愛、無私，而正正好多嗰啲嘅人就係佢啲仔女啦，我睇住佢哋大，跟住嗰陣時嘅父母，跟住彼此嘅同行，而成為到呢個基金會去到而家學校界裏面咧，已經密好踏實地。如果中學去到84間咧，其實佔香港中學嘅1/3左右。其實係一點一滴踏實裏面去累積。我好接受一樣嘢，就係生命唔係要追求成就，而係好似一條魚喺個海度，我哋就專注去累積踏實。而個生命就係我哋所重視。事實上，人有好多困難，好多時候喺未有展現嘅時候被否定咗，又或者我哋未痛嘅時候先苦，又或者痛而好痛苦。個關鍵就係有限制，好痛嘅時候，而點樣回應到不苦，而發現身旁有真實嘅人、真實嘅信任、真實嘅支持、真實嘅陪伴。而好想講，而所有頭先我講嗰一批嘅人，佢哋都係義務性質，出心、出力、出資源、出時間。而正正喺講緊2007年，跟住10年到而家，密走到今日。而好想講，雖然嗰群人你係唔認識，但早喺社會裏面已經有呢一啲嘅人，而好想去回應香港嘅教育，去恢復香港教育。除咗功能性以外，考試提升技能，所有一切都係重要嘅。你個選擇競爭都係重要嘅。以外嘅時候，可唔可以走出一條唔係傑出學生嘅路線，而係去睇到超凡，就係內在生命個素質，嗰種勇氣，嗰種嘅堅持，嗰種對自己生命坦誠嘅接納。接納唔代表放棄，而係佢好似佢盡力嘅態度已經係咁嘅時候，喺到呢一刻，我接納I am good enough，但可以 keep improving。呢一個係好關鍵。生命係一趟旅程，而唔係比較你個高度。正正喺嗰個過程裏面，開始你深信你嘅存在係充滿乜嘢？一種意義感啊，一種目標感啊，係有好多嘢可以參與，甚至乎一個好簡單嘅人，其實對你身邊嘅人嘅祝福。因為我哋唔係要去經歷價值感，就係因為我去祝福人。而喺過程你做回真實嘅自己去活現嘅時候，坦誠嘅時候，你會發現一種嘅接納，呢一種唔係浮誇，唔係缺題，呢一種係叫真摯。真摯去表達唔再壓抑嘅時候，你會將一個人經歷到生命豐富嘅向度咧立體咗出嚟，因為人哋見到，唔係就係知道。生命活到咁長嘅時候，要活到有觸覺、感覺、溫度。生命要有溫度唔容易啊，生命有成就比較容易啊。喺有成就當中要有溫度，可以去啟動，而係真係問心無愧嘅，呢一個就好重要。所以我祝福你哋，發現愛喺身旁。生命除咗係知識以外，係一種生命感知、遇見，係一種彼此嘅相遇、彼此嘅慶祝。以至喺嗰度嘅時候，你會發現呢個愛唔係一啲純粹嘅乜嘢，呢啲安慰説話叫愛。愛唔係 unconditional affirmation， 唔係一味嘅安慰、一味嘅認同嗰啲叫愛。真實愛就係渴望你乜嘢可以經歷成長。即使有時我哋要 tough to be kind。老師對你嘅挑戰唔係針對關心，有時對你好 tough。呢個 tough 係點解啊？因為佢要對你 kind 嘅時候，就係要你成長，就係要 tough。而且嗰度你有新嘅眼界去睇嘅時候，你會發現生命美好嘢，你就不斷累積，一路累積。無論晴天雨天，
上山落山都有風景，而最後呢，雨過必會晴天，而雨天都有雨天嘅美好。當你有呢一種情懷嘅時候呢，我祝福你哋啦。生命唔係就係比對知識，係講緊面對唔同嘅環境當中你嘅回應，講緊你嘅當中點樣仍然堅持，而唔係用意志能力，而係發現愛，發現你仲有咩樣嘢你願意去付出，為咩人去付出？因為咧，你知呢一個係最大嘅動力嚟嘅。如果為一啲你識嘅人付出美好，但係為一啲你唔識嘅人付出咧，你會發現個推動力來得更單純，越單純越 distill 嘅，帶來嗰種嘅生命嗰種嘅美好，嗰種嘅我哋叫好 clean 啊，好 distill 即係好似蒸餾啊，嗰種力量係好大。而跟住你就會發現，原來咧你去存在喺唔同嘅階段當中，都可以激勵到身旁嘅人，唔係因為你有成績，因為有獎項，而係你本身照真摯嘅、真實嘅去回應、去表達嘅。助人鄰舍幫助，唔係自己美好先得嘅，一齊行都得嘅時候咧，我就恭喜你哋啦。所以最後真係要藉住你嘅掌聲咧，要去俾陪伴基金會咁多年嘅所有，因為咧佢哋坐咗喺呢一度啊，所有無論係我哋啲幹事支持由另一個意念去成立嘅組織，所有參與嘅所有，佢哋付出嘅一切係你哋唔知嘅，而呢一啲咧就造就到喺香港呢一個嘅社會裏面，仍然有一處嘅地方嘅機構能夠 provide 到一個平台，讓全港嘅學校可以用呢一個嘅向度去慶祝生命，就係內在嘅素質成為嗰個嘅尺度。所以祝福你哋，俾啲掌聲佢哋好唔好？即係好感動，即係今年有好多好正嘅同學啦，去同我哋分享佢哋嘅生命故事啦。咁啊 Tommy 又好總結到即係大家原來嘅嗰個經歷，其實原來有嗰個嘅深度，或者係點樣讓我哋去再睇見一個生命，其實佢哋經歷咗啲咩？即係抱歉，淨係咧俾好短時間同學分享，但係亦都係。但係都係對佢哋嗰個考驗，就係好精簡咁講緊佢哋生命裏面最經歷得最好快速成長嘅嗰個短短嘅時間，亦都係讓我哋去睇見到啦。咁咧去到我哋慶典嘅尾聲啦，咁我哋就係一個自由分享嘅時間。咁其實咧就好想去聽下即係今日你喺呢一度聽完學生嘅故事，或者係感受完我哋個慶典嘅時候，你經歷咗啲咩？或者你有啲乜嘢諗起有啲咩嘅感動啊？咁可以出嚟同我哋分享。好感恩，因為今年又有我哋好多位嘅超凡學生，每一個故事都有佢自己嘅獨特性。每一個同學都有佢自己嘅潛能，我係好喜歡啊，係啦，用翻阿 Tommy 嘅話，好簡單嘅一樣嘢，但係我哋睇到嗰個素質，呢個係好重要。好榮幸，亦都好感恩。呢幾年呢，我哋都有超凡學生，讓我都有機會喺現場嗰度。聽到 Tommy 嘅分享，聽到好多生命故事，正如 Tommy 話齋，都好觸動我哋老師啊。係啊，我聽到阿心妍咧，因為平時咧係另外一個黃心妍嚟嘅。我覺得你係好到不得了，記住呢句説話。頭先我都聽到你發現到你自己平凡，其實一啲唔平凡，係啊，所以要相信自己。葉老師喺度啊嘛，頭先係啦。咁點解老師會推薦你呢？點解在座咁多老師有咁多超凡學生，每一屆都有呢？我相信老師都唔會睇錯。喺大家相遇嘅過程入邊呢，我哋真係睇到學生好多好嘅嘢。可能同學仔未必喺嗰刻嗰度發現，但係我哋真係睇到。所以我哋嘅同學都要勉勵自己，其實你哋係得嘅。你哋嘅家人、你哋嘅老師都睇到你哋係得嘅。有一句好老土嘅説話，我唔係因為
我自己好叻，所以我先開始。其實我哋係好多時係調翻轉頭，我哋勇敢地開始咗，你要會睇過你自己係好不得了，係好緊要。生命嘅素質有陣時可能我哋都係要發現自己，亦都係一個互相欣賞嘅一個過程。咁所以我今天亦都係上半天，我聽到一啲好觸動自己嘅生命故事，亦都會諗翻起其實自己都係經歷緊。我相信阿 Tommy 都經歷緊，繼續嘅喺個生命入邊都有好多唔同嘅階段，唔同50加之後點呢？因為我都已經50加咗幾年啦，又係唔同啦，就嚟退休啦。係啦，咁退休又點呢？退休之前係咪又覺得不如我 hea 下先啦？咁其實係唔會嘅，所以我都會繼續係身體力行，繼續支持基金會嘅工作，繼續支持學生，係所有嘅學生。多謝大家。好，咁啊，多謝基金會邀請啦，嚟分享啦。其實我係上一年咧都係被嘉許成為超凡老師嘅。咁我今年咧都推薦咗葉宇琪同學啦，咁啊成為超凡學生。咁啱啱咧其實聽咗好多同學分享，其實我聽到你哋嘅生命故事嘅時候咧，其實我諗到一番説話嘅。咁 Tommy 啱啱講咗一樣嘢，我係有一個好深嘅反思，就係我諗緊呢個世界上面可能我哋身為人啦，好時候我哋聽到一樣嘢就係我哋人不為己，就好似就有啲唔合理，所以好多人咧諗嘢咧都係比較自私啦，諗嘢都係諗自己先啦。咁但係我諗到嘅就係點解呢個世界上面仍然係有一班團隊啦，社會上面有唔同嘅持份者啦，或者好似基金會咁樣係做一啲好無私嘅工作，可能帶嚟回報其實根本就係微不足道喺好多人眼中，但喺我眼中，我會覺得呢個係對唔同人啦，或者唔同新嘅生命上面咧，其實係一個好大嘅鼓舞。咁所以咧，我喺度係有一個好深嘅反思，就係其實啱啱坐喺我隔離旁邊嘅就係我學校嘅林秀芬副校長啦。咁我當時候其實我喺我母校度成長，佢係我嘅其中一個班主任。我都喺依家同佢一齊共事工作嘅時候咧，我都係度不定咁提醒自己，點解會有咁多人都會做一啲不問回報嘅工作，就好似基金會一樣。咁所以我希望透過呢個分享，去俾更加同學知道，其實呢個世界上面，我哋要去好多唔同嘅事情，都可能係有一個善意啦，去為其他同唔識嘅人去付出。其實呢一樣嘢咧，慢慢其實幫我哋累積咗好多唔同嘅人際網絡，或者甚至乎俾到更加多機會俾我哋。係啦，呢個就係我分享，唔該。感謝。咁係咯，要講咩？其實好多嘢可以講嚇。咁林秀芬副校長啦，咁其實就今日我哋嘅同學仔得獎嗰個咧係去加拿大。咁其實我都要開會嘅，但係我都推咗個會嚇。咁我咧都再同我兩位同事，但係嗰兩位同事都係我嘅學生，係啦，咁一齊嚟嚇。咁所以咧真係，因為我覺得今日呢個聚會1年1次啦，好重要，所以就算我忙咧，都要嚟嚇。我都係好易感動嘅人嚟嘅。咁頭先你問我太多嘢豐富，咁如果其中啦嚇太多嚇，唔係講要傑出。好多時候我哋會比較完就係要傑出去攞。咁我見到 Tommy 咧成日都會講係慶典啊慶典啊，即係提自己一個慶典嚟嘅。咁原來咧阿超凡個凡字睇佢點寫等等，其實可能你總之係你自己，可能話可以係平凡，但係喺你嘅平凡裏邊去活出最好嘅。不平凡其實整係好噶啦。嗰個係一個獎一個獎杯咧，其實喺你裏邊嚟講係一個好有意義噶啦，我覺得已經。咁同埋咧，頭先我哋喺度睇嘅時候咧，因為我哋都會好教育嘅，就諗今日有啲唔同喎。譬如可能上台咧係咁樣去分享啦，講本書，嗰本書裏邊咧邊一啲章節影響你啦。咁跟住咧，我又會覺得每一個上台講嘢嘅同學仔咧，咁佢都會講自己啲嘅故事啊、逆境點樣去面對啦。咁同埋本書可能啲乜嘢內容又係會影響自己啦。咁我都會睇睇個鋪排係點嘅。咁跟住好好，即係老 Sir 都好啦，因為我哋都係訓輔，我哋都好多小朋友要照顧嘅。咁好快講乜嘢咧？佢話嗱，其實頭先咁多章節啦，嚟緊咧我哋都可以咧嗰本書再點樣推嘅時候咧，如果我哋嘅小朋友犯咗啲乜嘢，針對翻佢，
就攞翻個章節嚟，佢睇翻自己個章節去處理。事實上咧，范 Sir 即係我哋都係訓導，同埋真係都要講翻，其實我第一屆即係嗰次嚟嘅時候咧，就當時阿范 Sir 雖然都仲係曳曳豬咁樣啊，做讀學生嘅時候，咁但係咧做咗老師，咁其實佢真係做咗份副主任㗎啦。咁咧，咁佢都推超凡嘅。咁如果有啲小朋友可能犯咗啲錯事，我哋都希望佢去睇本書之後有啲嘅反省。而咧頭先阿老 Sir 都係訓導嘅，你都見到吩咐啦咁佢都話一到聽嘅時候，我哋可唔可以嚟緊我哋點做啊？令到啲小朋友可能有嗰啲錯，但係唔緊要，就住超凡某啲章節去再睇，睇有冇深啲嘅領會去。咁咧我就會見到，就算我哋嚟之中好多故事感動。但我哋個腦咧就即刻喺度諗點樣再推再多啲，讓到真係呢本書再發光發亮，而幫啲可能真係喺逆境之中或都遇到困難問題嘅同學仔去再起翻步。我諗呢樣嘢仲緊要，因為啱啊 Tommy 都講，我哋好功能性嘅，特別我哋香港人又好明有一個目標，努力讀書爭取成績真係會，但係其實當中好多係我哋可能真係需要諗嘅就係嗰種嘅心靈人與人之間嘅溝通。咁我諗呢個慶典帶出嚟嘅真係完全跳出咗多咗好多，唔係淨係講成績咯。咁同埋咧而家咧現今趨勢精神健康好緊要。我好想咧大家都照顧自己精神健康，無論係小朋友、老師定係家長因為一定要大家健康，我哋先可以互相扶持咯咁所以咧即係呢個典禮對我嚟講係好重要嘅。當我收到嗰封即係邀請信嘅時候咧，其實我已經即刻 keep 住嘅一直咁今日我嗰個會其實都仲要2個月先開一次嘅但係我都係推咗嘅我都話我睇翻會議記錄先啦咁即使同學仔去咗加拿大都好，但係我哋3個都要嚟支持，因為我覺得呢個慶典對我嚟講，對我啲同事嚟講，我諗對你哋嚟講都係好重要嘅。咁我好多謝我能夠真係可以坐喺呢度，感謝。首先好開心我個來正氣可以攞到呢個獎啦。咁其實我真係從來冇諗過係一個喺老師眼中係一個咁特別嘅學生嚟嘅，因為可能佢之前都講過係小學好平凡嘅，平淡咁度過咗佢嘅小學生涯啦。咁但係一上到中學咧，佢就會老師見到，老師同我講過話係一個好潛能嘅學生。我話嚇係咩？跟住透過好多唔同嘅比賽啦，佢就老師話：你把聲好好聽喎，你可以試下配音喎，或者去跳舞，佢係從來都冇學過跳舞嘅。但係佢上到中學嘅時候咧，佢就由慢慢跳群舞，再到跳獨舞。喺琴日去學校嘅校慶典禮度咧，佢自己台上邊跳咗一隻獨舞，就話：原來佢有啲好特別嘅光芒咧。係真係要透過可能老師好特別嘅眼光咧，就發現到佢係一個好有潛能嘅學生。所以咧我就覺得可能每個學生咧，佢哋都唔發現自己係咁特別嘅。但係透過呢個計劃啦，就令到一啲學生可能佢成績上邊唔係話好出眾，但係老師會見到佢有好多唔同嘅潛能。咁就令到自己見到自己嘅特別嘅地方，就可以繼續去進步。呢個係佢哋好重要，俾到佢嘅信心，就繼續可以憑住自己一啲好特別，唔一定話好好嘅成就，但係成為一個好特別嘅人，去影響到其他人咯。多謝。好，咁樣總結啦，係啊，我覺得咧，人有一樣嘢最吊詭之處係咩咧？如果我哋能夠發現到身旁嘅人，有時佢外在你唔覺得佢掙扎緊，都係內心掙扎。試一試用呢個眼光，其實好多時候係一個內心掙扎，而外在通常都冇嘅，睇唔到嘅時候，你捕捉到。簡單一句，你 OK 嗎？又或者一個人已經好唔 OK 嘅時候，我試過有一次有人就同我講咗呢一句，佢話 Tommy 放心喎，佢
佢英文就係話 It's okay not to be okay。哇！你知唔知嗰一句好及時，就係好及時嗰一句，我好記得，係啊，就係呢一句。你會發現就因為咁嘅時候就點啊？啲嘢就繼續走落去，而走落去嘅時候咧，所以我祝福喺失縮嘅角落，你會記住呢個係比喻，有人嘅心失縮喺個角落度，你發現到，而讓佢喺成長、掙扎、迷茫、混亂之際嘅時候，可以有好簡單嘅陪伴，一句簡單嘅一個問候。我好深信乜嘢？就好似犯上嘅例子咯，即係當年咁誇張咁曳，講笑啫，係啊，都真啊 OK 係啦，係啊，可以去到今日嘅時候點樣咧？唔止為人師表，當份工作，全心全意投入啦，係啦，真係喺佢啲嘅學生啦，困難，因為你要記住，有時有啲人起步係點啊？真係遲啲嘅，唔好去到比較起步，只係乜嘢啊？佢生命最重要喺我哋仍然影響到佢嘅階段裏面播下一個種子，讓佢呢一生當中將來你會見到佢活出一個有尊嚴嘅人。好啦，今日祝福呢度，多謝大家啦。